Who am I that the highest king would welcome me? I was lost, but he brought me in. Oh, his love for me. Oh, his love for me. Who the su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Free at last, he has ransomed me. His grace runs deep.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 Jesus died for me. Yes, he died for me. Who the su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 am chosen, not forsaken. I am who you say I am. You are for me, not against me. I am who you say I am. I am chosen, not forsaken. I am who you say I am. You are for me, not against me. I am who you say I am. I am who you say I am. Who the su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Who am I that the highest king would welcome me? I was lost, but he brought me in. Oh, his love for me. Oh, his love for me. Who the su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Free at last, he has ransomed me. His grace runs deep.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 Jesus died for me. Yes, he died for me. Who the su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child of God. Yes, I am. Who am I that the highest King would welcome me? I was lost, but He brought me in. Oh, His love for me. Oh, His love for me.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Free at last, He has ransomed me. His grace runs deep.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 Jesus died for me. Yes, He died for me.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这日当中，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将充满能力，成为一位蛮有能力的人。我们一起来赞美，请弟兄姐妹起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再次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这次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谢。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过去一个礼拜，可能度过了各种挑战，或者是面临生活的各种试炼，我们如今还能平安的来到殿中，来这里聆听你的话语，来用诗歌敬拜你，来和我们喜爱的弟兄姐妹相见面，一起来到你的怀中。所以我们现在献上我们的金钱，我们全然献上，我们希望能够照你的旨意来使用，也求你照你的旨意来使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时我来报告。本主日是台湾神学院奉献主日，由台神牧育学务长王荣信牧师前来讲道、请安跟报告，请各位兄姐关心代祷与奉献。我们也谢谢王牧师的勉励哦。再来，我们10月3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10月31号礼拜四哈，在早上8点的时候，我们要举办虎头山的会师活动，在8点的时候，在桃园市的孔庙停车场那边出发，10点31分，我还特别强调31分，与环保公园的凉亭举行59周年的感恩礼拜，结束后会发给餐点，要参加的请在教会的赖的官方账号报名，或者是到干事室那边去报名，费用是100块，有含餐点跟保险。我们教会在2025年的那个这个是孔庙我们在这里集合。会经过这里，还有3分山、5分山然后到停机坪然后最后再到那个环保公园的凉亭，我们会在那边做礼拜要参加的尽快报名因为要购买餐点，要准备餐点，所以那个餐点有时候会差很多所以能够尽快报名就尽快报名。那2025年的组织调整及小会全人同工那个在周报的第2页大家可以看到周报第2页里面有那个组织权衡小会全人同工，还有组织调整的这些同工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强壮，越复兴。我们这个主日，我们今天10月27号下午1点到5点要举行2025年的年度事工研讨会敬请那个新就任的长职预备新参加，没有办法参加的请向那个陈牧师来请假2025年的那个圣歌队的选举结果，队长是苏振雄执事，还有副队长潘启庸恭喜2位愿神祝他们2位带领圣歌队在2025年。我们这个礼拜的重大讲座在礼拜3 10月30号10点30分到12点主题是辅具好好用讲师是于宇春复健师你可以在线上去随时加入，可是好像
不能超过150个吧，还是300个，所以要尽快加入。那要听的哈，因为使用很好。有没有新来的贵弟兄姐妹？好，没有哈。好，我们来解读今天的金句。我们尼希米2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告诉你们，上帝怎样与我同在，帮助了我，并且告诉他们皇上对我说的话。他们说，我们就开始重建吧。于是他们预备好要开始工作。尼希米记2章18节，再一次。我告诉他们，上帝怎样与我同在，帮助了我，并且告诉他们皇上对我说的话。他们说，我们就开始重建吧。于是他们预备好要开始工作。尼希米记2章18节。这个时候我们请王荣兴牧师来讲道，一起来建造。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觉得真的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成为一家人。那今天也特别代表台湾神学院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知道神学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栽培传道人，还有教会的工作人员，历经了100多年，一直继续这样的工作。那也在这里代表学校校长以及所有的教职员学生们，来向迦南教会来致谢过去长久以来对学校的关心、支持、奉献代祷，让学校能够很顺利的来继续进行。那今天我们透过所读的这个尼希米记，但是牧师今天会把这个时序扩大一点。因为读旧约，通常我们要对一些旧约的历史有稍微的了解以后，我们读旧约的经文会更清楚或是更深入。我们知道上帝拣选了以色列百姓，然后他们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就是迦南迦南地我们的教会的名字刚好叫迦南，对哈，所以这个是一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开始建立他们的国家。以色列建立国家以后，第一个王叫扫罗哈，但是第二个王叫大卫。那大卫是他们在历史当中认为最伟大的王，不是扫罗哈。第一个最伟大的王是大卫，也不是所罗门。所以到今天，他们以色列的国旗中间是一颗星，那颗星叫什么星？叫大卫之星哈，叫大卫之星。所以表示他们长久以来就认定大卫是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王。那这位大卫王他建立成为一个王以后，就让这个以色列国越来越强盛，然后打败了附近的国家，然后稳定他们这个国家，然后将这个棒子交给了他的儿子，叫做所罗门。这个所罗门他向上帝求智慧，所以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王。但是我发现所罗门虽然很有智慧，他甚至做了有我们圣经当中箴言，还有很多的诗篇。但是他不是一个及格的爸爸，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接续他当王的时候，并没有好好的管理这个国家，甚至听信那一些跟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的建议，用不好的手段、不好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以至于造成很多百姓的不满，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分裂。本来一个好好的国家，但是竟然来到了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罗波安的时候，这个国家竟然分裂成2半。北边由耶罗波安来掌管，用这个撒玛利亚城为他们的中心，建立的叫做以色列王国。南边以耶路撒冷为中心，这罗波安他所建立的国家叫做犹大国。所以有时候我们犹大分不清楚，那就是犹大国是在分裂以后，北边叫以色列，南边叫犹大。一个国家的分裂，也表示人是不完美，
虽然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仍然有自己的想法、私欲，以至于他们开始慢慢的偏离了上帝的正路。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选民也是人啊，跟我跟你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们都有可能会犯错。所以以色列百姓也是犯错，他们甚至去敬拜偶像，离开了上帝敬拜偶像。所以上帝就这样，上帝要惩罚他们，上帝要让他们知道这是错的。就好像我们的父母，当我们做错事，我们老师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会指责我们，甚至会处罚我们。当然，这个时代不能打。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犯错的话怎么样？就修理，对哈，要修理一下哈。那你知道吗？以前我们那时候最苦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学校被老师处罚啊，那个考试不好被老师打手心，打回去敢不敢跟父母讲？敢不敢？为什么？会再打一次？对啊，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我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打，为什么被老师打？考试不及格再打一次，或者是什么在学校犯错哈，所以不敢讲。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不管老师或是父母，为什么打孩子？为什么处罚孩子？不是打为什么处罚孩子？希望他能这样改过向善嘛，对不对？有犯错要改过，如果不用功要用功一点。所以那个处罚不是目的，那个处罚只是一个手段，期待他能够改过向善，能够努力用功念书嘛。爱我们的父母是这样做，爱我们的老师是这样做，除非是我们的仇人。我们的天父上帝爱以色列百姓，当以色列百姓偏离了正路去敬拜偶像的时候，上帝也决定惩罚他们。所以用亚述帝国成为一个惩罚的工具，来惩罚北国以色列。所以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叫主前大概721、722年的时候，亚述帝国攻入了撒玛利亚城，北国以色列就亡国了。南边的犹大虽然他们守着上帝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比较没有变得那么快啊，所以但是他们怎样，还是慢慢的变坏，以至于到主前大概587年的时候，巴比伦的大军攻入耶路撒冷城，南国犹大也就灭亡了。南国犹大还灭亡。南国最后一任的国王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很特别，叫西底家。这个名字真的是有时候取起来很好玩哦。这刚好凑巧个西底家，所以那个犹大国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西底家。好，北国犹大、南国犹大都灭亡，甚至特别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巴比伦就把这个犹大国的这些精英、年轻人、有读书的，都把他抓到巴比伦去当奴隶了，然后留下来是老弱残兵了。不但这样，从别的国家也把一些人迁到巴勒斯坦这块土地、迦南地，为的是让他们不同民族在一起的时候互相的牵制，习俗的不同、语言的不同，互相的牵制，才不会团结一致起来反抗巴比伦。各位，这也造成今天的悲剧。为什么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现在那么多纠纷？因为有太多不同的民族住在那个地方，以至于到今天还在战争，这也是历史的悲剧。不管怎么样，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都灭亡，也甚至被抓到巴比伦去当奴隶。请问对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国家都灭亡了，还去被抓到别的国家去当奴隶，对这个国家完全没有希望。所以在诗篇里面这样描写说，他说我们在巴比伦河畔哭泣，巴比伦的河边哭泣。我们把我们的琴要弹的琴挂在柳树上，因为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唱我们故乡的歌了，太惨了，没有办法唱故乡的歌，我们再来流眼泪哀伤，因为我们国家没有了，我们失去了国家，失去了自由。但是上帝透过先知
本来你如果读先知书，不管是以赛亚、耶利米或是以西结、但以理，一直在警告百姓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话，你们要守住上帝的律法，否则上帝要惩罚你们。百姓都没有听哦，没有听。终于有一天，他们被亚述、被巴比伦灭国以后，他们非常失望，在巴比伦河边难过伤心。但这个时候，上帝继续透过这个先知对他们说：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第40章，就开始这样说。他说：你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安慰我的百姓。安慰什么？他说：上帝要照他应许，要带领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要重建他们的家园。甘有可能？国家都没有了，自由都没有了，而且那个统治他们的巴比伦是何等的强大，怎么有可能回去重建家园？说这个没有用的话，不可能的事。正在他们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先知就先这样的预告。经过了不到50年，一个小小的国家叫波斯，竟然把庞大的巴比伦帝国打败了。哎呀，接受了这个巴比伦所统治的这个土地。这个波斯王叫古列，他非常聪明，他知道一个小国家管理那么大的土地很困难，所以怎么样？他采取一个很特别的方式，他宣布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要去重建你们的家园，要回去敬拜你们自己的神，都可以回去。他用一种怀柔的政策收买这些人心，因为他知道这群人你也没办法管他，你让他有点自由，他会感恩，他会怎样？他会臣服在你之下。没有人想到会有这种结果，所以在诗篇126篇，如果你有兴趣写下来回去看，诗篇126篇第1节这样说：当耶和华使锡安，锡安就是这个犹大耶路撒冷当耶和华使锡安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怎么可能？捏一下大腿看会不会痛，对不对？是不是在做梦啊？他说怎样？那时我们满口嬉笑，笑到怎么有可能这种事呢？不可能的事。满口喜笑，满舌欢呼。那时列国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这些犹大人，这些以色列百姓，没有想到亡国都已经50年了，也没有军队，也没有任何的势力，但是竟然照着上帝透过先知所应许的说，他要带领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重建家园。国王就，波斯的王不认识上帝，不是敬拜上帝的哦。但是你看，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连不相信他、不认识他的人都可以用哦，透过古列宣布，你们要回去的可以。尼希米在王宫里面服侍王，他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听到一个坏消息，就是之前以斯拉、所罗巴伯已经先比尼希米早一点回到耶路撒冷城的人，回来跟他们说什么？说惨啊！我们回去，我们看到我们的城墙都被拆毁，被火烧。一片一片的荒凉，没有用，回去也没有用，城被拆了，被火烧，一切荒凉。我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拆人家城墙还要放火烧。你知道城墙都用什么做的？石头，对为什么放火烧？我以前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说城墙既然是用石头盖，你把它拆掉。如果有一天他又把石头这样叠起来，又变成城墙，就又跟你打仗，对不对？所以最好的方法，把它放火烧。请问石头在高温之下会怎样？会裂开会变成松松的了，你就没有办法再拿那些石头再来建城墙了。
一劳永逸啊！哦，你才不会再起来建城墙，再来反抗那个统治者。啊，不管怎么样，有好消息，他们可以回去；有坏消息，那里一片荒凉，城墙被拆，被火烧。再来怎么办？再来怎么办？上帝啊，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可是没有用啊。所以尼希米这样，心里忧愁，哎呀，难过。因为他在王宫里面服侍王，王就看见了，哎，尼希米为什么忧愁呢？哎呀，他在心里面默祷，上帝啊，让我有智慧，让我知道怎么回答。所以他就诚实的告诉王说，这样这样，如此这般。没有想到国王竟然跟他说 ：“OK， 你要通行证，我给你通行证，因为你知道要经过好多地方，你要什么材料，要木头，要什么，我都可以提供给你。只要你如果要愿意回去，我就帮助你回去。”一个不认识上帝的王，不但宣布他们可以回去，竟然还对尼希米说：“你可以回去，我会帮助你。”奇妙吗？非常奇妙。所以哇，尼希米好高兴，就召集走，我们回去。很多人就跟着尼希米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城。哎呀，回去以后，尼希米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没有马上工作，他就安静下来。圣经记载说，他利用3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没有带任何人，骑着马，然后巡视了耶路撒冷城。他去了解到底这个城被破坏到什么程度，到底如果他要重建，以有限的人、有限的时间，怎么样能够建一个最简单的城墙？我们不要想象尼希米建的城墙是高大的城墙，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什么物资，没有什么人，至少一个可以使给他安全的一个城门。经过了3天以后。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在尼希米记，你如果回去看，我自己非常喜欢读尼希米记，读了好几次，因为我看见这一个尼希米，不是说我很厉害，我要做什么工，不是，从第1章开始就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渺小，自己知道他不能做太多的事，他安静在上帝面前，虽然里面很少他的祷告文。但是他都提到尼希米就向上帝祷告，上帝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当过了这几天以后，观察的差不多，他就召集了这些跟他一起回去的，有一般的民众，也有什么，也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他们的虽然是被掳之地，但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组织，有一些贵族，有一些领袖，他就召集他们，对他们说2件事情很重要。也就是今天我们看的18节，18节怎么说？我告诉他们，我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第2，以及王向我所说的话。换句话讲，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件事情，不是我尼希米多厉害，不是我能够做什么大事，是体会到什么？上帝的手怎么帮助我？超过我的想象，超过我的预期。上帝所示的是超乎人所能够理解的事情，竟然让他能够回去。第2个，他没有想到一个不认识上帝的王，竟然怎样？竟然愿意帮助他。不但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手的扶持帮助，也有王对他的答应，对他的帮助。我们常讲天时地利人和，哇，水到渠成。他有信心，有勇气。来，你看，上帝与我们同在，王也帮助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样，他们就得到这样的鼓励，就说这样，他说他们说：“我们开始重建吧，我们开始重建吧。”于是他们就预备好要开始工作了。各位，故事如果到这里，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吗？有没有？
没有啊，没有从此过着幸福快乐哦。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很有信心，很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同时这样，同时困难也会一起来哦。你不做事没事哦，你都安静着，都什么都不要做，什么的反而没事哦。当你起来要做事的时候，反而就挑战困难就来了。在教会里面是这样，你不要讲话都好，一开始讲话，开始说我们来组一个什么什么小组，组一个什么那个读经的那个小组啊。现在谁有空来读经呢？哎，我跟你讲有没有困难就来了，挑战就来了。好，我们来组一个社区服务队，我们去扫地。哎呦，拜托你扫什么地？人家那个有清洁，挑战困难就会来哦。你不要说都没事哦。当尼希米很有信心，看到百姓们有那么有信心，我们起来吧，我们来重建吧。困难就开始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开这块土地已经将近50年的时间，这里已经有其他的，刚才讲那个巴比伦人把那个其他的国家的人民迁到这个地方来了。当你开始强大起来的时候，你就造成其他民族的什么威胁啊？所以他们开始心里不安了，就起来反对了。圣经里面说有哪些人？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有什么？有参巴拉，有多比亚和一个叫基善的阿拉伯人。一听到我们计划要做的事，就讥笑我们。他们说：“你们在做什么？你们要背叛皇上吗？”哎呀，给他一个罪名。你们要干嘛？要反对皇帝吗？请问呢，在古代，如果让你知道你是要反对皇帝的，会有什么下场？很快你的头会不见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人他们没有办法实质上去攻击尼希米，为什么？因为尼希米有王的同意，对不对？有皇帝的同意啊。可是他们就给他安一个罪名，说你们做这种傻事，是不是要反对皇帝？给他安一个罪名，然后笑他们。如果你继续看尼希米记就更好玩，因为他们真的就开始建城墙，开始1层2层开始建。这些人又出来了，你们在做什么？你盖是什么城墙啊？这个城墙连狐狸跳上去，这个城墙都会怎样？都会倒掉。你们都知道狐狸是很轻巧的动物，对不对？非常轻巧的，那意思就嘲笑他说：盖这种城有什么用？狐狸跳上去都会倒掉了。用尽各种方法来反对他们。但是尼希米有放弃吗？有失望吗？有逃避吗？没有，因为一样，他深深的体会到上帝的保守带领在他的当中，所以他对这些人讲的话很重要。20节这样说：我回答，天上的上帝会使我们成功，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开始重建。你们不是耶路撒冷的一份子，你们在耶路撒冷没有产权。旧的翻译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今天你们如果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建这个城墙，将来有一天这个城墙建立完成，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在这城墙跟你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奋勇做工，我们要一起来建造。我们要有份于这个城墙的建造，因为这个工作不是我们，而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是上帝自己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没有失去我们自己的自由，反而我们比以前更加的自由，不像尼希米的时代，所以我们可能也没有像他们。看见什么城墙被毁坏、被火烧这种悲惨的情况，所以我们好像也不需要起来重建什么事情，对不对？可是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将近70年的时间在教会长大，
牧师也即将步入70岁了。在早期的教会领导的这个社会，当马偕来到台湾的时候，教育还是很普通的那一种，读4书5经，头要晃来晃去，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读书的环境当中，他带来了西方现代的教育，所以社会就跟着这个现代教育的脚步。台湾还在吃中药，还在最一般的、最基础的这种中医的时候，马偕就将这个西方的医疗、开刀，然后诊断各方面新的药，包括疟疾，包括还有拔牙等等的这种先进的方式带到台湾来，台湾步入医疗的现代化。对于麻风病人，对于这个视障听障的朋友，没有人在关心，教会开始办这个麻风病院办这个聋哑学校，办这个那个视障的学校，来照顾这些很困难的这些百姓，跟着社会慢慢的开始做这样的工作。可是经过了100多年以后，我发现我们整个社会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前进当中，教会已经跟不上，教会紧紧的追在社会后面跟不上，但是我们又想要跟社会一样，把许多社会的想法观念要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不是说完全不好，可是我们发现我们的顺序开始颠倒，我们的优先顺序开始颠倒，是不是？对不起，因为我跟大家不熟，所以不好。如果刚好讲到跟你差不多，叫做如有雷同，这样纯属虚构，这样哈，不是在讲你们，因为我跟你们不熟。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牧师，我最近好忙哦，我要请假，我礼拜要请假。我跟他说，你继续忙吧，不要向我请假，因为礼拜是你要跟上帝的关系。我亲戚我朋友来哦，所以我这个礼拜不能来礼拜。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是要批评，我不是要讲对错，我是要讲优先。我自己从学校毕业以后，从国中、国小高中国小毕业以后，常常开同学会，可是同学会通知来，我都跟他讲一句话，说对不起，你们用礼拜天早上，我没有办法参加。我的优先是我礼拜天一定要去礼拜，虽然同学会，但是我对不起，我不能参加。我最多能礼拜天下午，如果比较靠近的话，我可以回去参加，但是我礼拜天早上不能参加。我的优先是礼拜。可是这个时代已经在改变，我们可能以这个社会、以这个世界为优先，我们的信仰变成第2、第3、第4的顺位。我们都有孩子在成长，上了国中以后，请问对大家来讲，什么最重要？读书最重要，所以礼拜6是最好补习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告诉孩子说你要准备考高中，准备考大学你就团契暂时不要去补习，然后补了6年以后，上了大学，然后就听到弟兄姐妹跟我讲，牧师找个人去约我儿子去把我儿子找来教会聚会，他现在都不来了，也不来团契，也不来礼拜，怎么办？我不客气，很老实跟他讲说，你已经让他6年没有来教会了，你现在叫他来，第一个他已经没有朋友，他已经都没有认识的人；第二个他已经不习惯来礼拜，他失去的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他失去的是他的信仰。当然，他也许得到了在他的学业上有很好的成就，但是请问各位，我们信仰的城墙建造起来，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现在都被拆毁？一些信仰的价值、信仰的重要性都被拆毁。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世代重新再一次兼顾我们的信仰，找到信仰的核心的价值，
找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找到我们怎么样以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基督的样式，不是吗？这不是我每一天的信息，每一篇的祷告当中是这样说吗？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在天上。可是，曾几何时，我们这个城墙被拆毁？曾几何时，我们这样信仰的价值观态度已经不见了，取代的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的这些许多的事物。我再说一次，我没有说对错，我是说我们的心跑到哪里去？我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心已经开始在偏离一个不合乎偏离的上帝的心意，已经走向一个不合乎上帝的方向。我们今天也需要重建，再次的寻求，像尼希米到上帝面前安静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教会要坚固起来，才能够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要去普天下传福音，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但是我们自己都没有能力，我们的教会都松松散散，我们教会都没有什么自己本身都没有什么的这个内涵，我们怎么去做？所以教会需要有好的传道人，能够带领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能够好好的造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能够扎根，不是吗？感谢上帝，家人教会一直以来都有很好的牧者带领我们。虽然每一个牧者都不太一样，每个牧者都有他不同的恩赐，但是我自己这样稍微看一下，我们过去的牧者把我们的教会建立得很好，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建立得很好。但是我们祈求上帝有更多好的牧者、好的传道人能够进到教会，帮助教会，不是只有迦南教会，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建立起来，都能够坚固起来，能够为主做美好的工作。可是好的传道人要从哪里来？要从好的神学院、完善的神学院来慢慢栽培，造就出好的传道人，不是吗？可是神学院，我自己虽然好像看起来那么老，好像在神学院很久，不是啊。我在教会牧会40年，第41年到神学院来服务，因为他们刚好找不到一个学务长。那学务长做什么呢？学务长就叫做学生除了读书以外，都是学务长的事啊。吃喝住所有的一切头痛脚痛也都是学务长的事啊。需要一个能够陪伴学生、照顾学生的一个牧者。所以我从去年来到神学院，入学考试我也要当考试官，我就发现说有一些人要来考神学院，英文也不行，圣经也不行，连作文都不行。那请问这种学生要收吗？要不要收？英文也不行，圣经也不行，圣经也不太会，也不会那个写那个论述文也写的我都看不懂，这样，请问这种学生要收吗？很为难。我们期待有更优秀的学生进来，对不对？那请问优秀的学生从哪里来？从你们来啊！从一个很健全、很坚固的教会，才有办法培养、训练出这样很优秀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把他送到神学院来造就。各位弟兄姐妹有发现，这是一个好的循环啊！教会坚固，训练出来的这些弟兄姐妹很坚固，进到神学院，有好的神学院能够来栽培造就他，将来进到教会成为好的传道人，然后带领教会能够成长茁壮，能够坚固，然后又培育出好的这些工人进到神学院，所以就成为一个好的循环。如果神学院哩哩啦啦，训练出来学生也哩哩啦啦，进到教会也哩哩啦啦，教会也哩哩啦啦，就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请各位，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一起来关心，为我们祷告，用祷告、用奉献来支持。为什么？因为神学院是很困难
经营的一个学校。我们如果有稍微注意到这种教育方面的这个资讯，最近很多大学一直在关门，为什么关门？因为收不到什么学生。所谓的收不到学生是什么？如果一个学校学生数降到3000以下，就要列入警戒，表示他快要活不下去了。3000哦，听清楚哈。降到2000就开始要贷款要负债，降到1000强迫要关门，因为他倒闭了。学生数低于1000人就倒闭了。3000列入警戒，2000要开始负债，要吃老本负债，降到1000以下就关门倒闭这样。所以你如果看那个关门的，就是什么学生600多人要怎么去安排他到别的学校，500多人这样，就是降于1000。那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台湾神学院现在有多少学生？用猜的就好，不用很准。130位，有没有比1000多？好像差1000还很多哈。早就该怎么样？早就该破产了。但是各位，这个学校已经152年。我重新读尼希米记，就体会到尼希米讲那一句话：上帝的手怎么帮助我们？我们85%的经费是弟兄姐妹100、200、1000、2000这样的奉献，来每一年不是只有1年每一年从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奉献，让神学院的85%的经费是从大家的奉献。学生有没有教会？有，所交的学费总共只有占10%，12%啦，应该说12%另外3是有另外的收入这样，85%从教会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愿意，不管是教会或是神学院一起来建造的时候，这个城墙才会成功。一起来建造的时候，这个城墙才会一个保护的这个城墙。有没有困难？有。有没有挑战？有。有没有人在旁边唱衰？有。但是上帝就一步一步带领，看见上帝的手如何的帮助我们，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是何等的大，也看到全台湾弟兄姐妹们的对学校的关心支持，成为我们最大的盼望，最大的信心的来源。我自己在学校1年，深深体会到学校的困难，但是也体会到尼希米说上帝的手怎么帮助我们，并且把王对我说什么改成说，也看见众教会弟兄姐妹是如何的为我们祷告，如何的支持我们，让我们可以完成这美好的工作。祝福各位，也因上帝与我们同在。一个短短的影片，我请影音同工给我们看一下。那这个影片我们是自导自演，自己就是学生老师自己演的哈。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有没有？好，等一下对不起。神学院现在不但是有训练我们将来全职的同工，我们最近也开了很多对于我们一般弟兄姐妹的课程有的在双联，有的在暨南教会。可是对我们来讲说，台北还有一段距离，我们现在也推展一个叫包班制，也就是像我们迦南教会如果愿意我们来这个学期开什么课，开在迦南教会，开在迦南教会只要我们人数超过10个还几个就可以开班。你说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多人，没有关系，你们可以联合桃园联合嘉光联合几个教会一起，但上课地点在我们教会那我们就很方便，一个礼拜可能1次，或是一节或是2节课就可以一起来上课那也帮助我们对圣经、对历史、对各方面都更深入。那个没有办法播放吗？还是这样？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也没关系的也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请大家多关心。还有来调查一下，有没有去过台湾神学院？没有去过的举手。还有人没有去过，还那么多。哎呀，各位，这是我的错。在这里诚挚邀请大家
一个非常漂亮的校园，在要往阳明山的路上的半山腰，那个地方叫岭头，岭头哈啊，岭头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上阳明山第一个山头啦，第一个山头叫岭头啦哈，好，它不是在那个阳明山最高处，是刚好上阳明山第一个山这个山头叫岭头，那神学院就坐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哈。那如果我们有灵修会当然那里住宿比较困难一点哈，但是也可以哈。不是这个，不哦，是这个吗？这场就不是今年的，没有关系，看一下这个也可以啦。好，这是学校的校园哈，这是马街。这是那个洪信老师的退休了，没有关系哈，可以看一下过去有很多的老师现在都退休，洪信老师、杨根老师都退休好，这个大概可以看一下校园哈，入学看校园其实我们系音乐系主任非常年轻，这是校长。蔡慈仁老师这个校长。我觉得过去我在教会当中所服侍的，不管团契的辅导，或是教会的干事，这些都让我深知我自己的不足。当我想要更多的服侍上帝、服侍教会的时候，神学院是我的不二之选。因为我相信神学院的装备可以让我的神学观或者是神学，可以或是对圣经的了解，可以帮助未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他们也可以扎根在话语里面。那对我来说，我也需要这样学习。那我觉得在学校课程，不管是圣经、神学或者是实践类的课程，其实都有很好的学习，跟老师都在这边。那我觉得除了在知识上面的学习，我觉得特别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是要去面对的，就是跟我们上帝之间的关系。在就学当中，不是只有读书，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参与在团契，或是甚至参与在宣教的工作上。我们这几年都有去缅甸的宣教，也去学校的布道。这缅甸的宣教。我觉得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学习嘛，就是知性、情感跟意志层面。那还有一个就是对你自己信仰生命的反思。所以我觉得在神学院里面，不只学到知识，在信仰上面也让我们对我们自己也负起责任，也对呼召我们的上帝负责任。我觉得来到神学院当中，不是让我好像如虎添翼，或是学习到了什么神人的技能，或是超乎常人的智慧，或是等等，而是更明白、更清楚自己是什么定位。感谢上帝让我可以来到台神，这是很大的恩典。这是礼拜堂中西合并的礼拜堂这是孙雅各图书馆
这是我了。现在兄弟姊妹啊，是让伊每一个学生，也是每一个牧长，拢是上帝所呼召、所拣选的。因进入对新人伊来受造就，将来成做教会信仰的一个领袖。所以伫这个所在邀请大家通做来参与，做来支持新人伊，因为你的支持唔但是支持新人伊，也是来建造上帝国度，通继续扩展的一个新型的工作。将这个上帝的听会通带到伫教会、社会来改变这个世界，也会通成做正人的祝福。好，谢谢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爱我们，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你的恩典爱中，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你建立教会，让我们在教会中一起得着照顾，得着成长。但是你也托给我们大的使命，就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都做上帝的门徒。所以我们承接这样的命令，我们持续教会向前走。让教会能够更健全，让教会能够更茁壮，让教会能够充满着能力，向这个世代来宣教。但是面对这个世代的变迁，世代许多的这种诱惑然后是挑战，有时候甚至我们感到教会招架不住，以至于我们好像城墙被毁坏。但主，你再次让我们看见你的手是如何的帮助我们，也看见弟兄姐妹的同心合意，那我们就一起来打造上帝国，在这个时代，让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谢谢你，你建立教会，也建立了神学院，让我们成为一体，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努力，来上帝的国能够实现在这个时代。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王牧师的分享。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因为我们都有尼西米的信心，将我们的信仰从这一代传承到下一代。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我们一起来颂赞。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
去敬拜弥赛亚。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去敬拜弥赛亚。如今你们可以平安的回去，因为上帝爱你，他赦免你的罪，卸下你的重担，他要医治你，要赐给你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保守，常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最后用这首诗歌领受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蛮有能力回到我们的场合。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礼拜到这边，请弟兄姐妹帮忙把椅子收起来，谢谢大家。